大家好，醫學界咧一直咁講嘅，如果你基因唔好話咧，你就會好多病啦，同埋短命。今日咧我就同你踢爆呢一個長壽基因嘅謊言。今日呢條片咧，我會帶大家睇下最先進嘅醫學研究，同埋世界最頂尖大學嘅研究，話俾我哋聽，基因根本決定唔到我哋條命。點解基因差都可以長壽健康做人瑞，冇病冇痛喎？喺呢一集嘅內容，絕對可以徹底咁樣顛覆你對健康嘅觀念。記得睇到最後。喺西班牙啦，有一個咧117歲嘅超級人瑞，佢一生人咧經歷過2次世界大戰啦，同埋西班牙內戰3場戰爭。仲有喺1918年嘅西班牙大流感爆發嘅時間，即係嗰陣時咧成個歐洲咧死咗幾千萬人啦，全世界加埋咧死亡人數高達1億人，佢都冇事。甚至去到佢113歲嗰年咧，佢確診咗患埋新冠肺炎，但係佢竟然喺短短幾日之內就奇蹟咁樣康復。呢位咁勁抽嘅老太太啦，就叫做瑪利亞布蘭亞斯。佢出生於1907年3月4日，並且喺2024年8月19日喺西班牙加泰隆尼亞養老院裏面安詳咁離世，享年係117歲零168日。佢係人類歷史上有記錄以嚟第12個長壽嘅人。聽完呢個古仔咧，你第一個想法就係哇！呢個阿婆啲基因勁啊，天生異稟，擁有萬中無一嘅長壽基因。你係咪咁諗先？其實喺佢人生差唔多行到終點嗰陣時咧，即係仲在生啦。西班牙一個最頂尖嘅遺傳學家馬內爾艾斯特納，佢就親自帶自己團隊去攞咗瑪利亞嘅口水啦、血液啦同埋皮下細胞，興奮到好似執到寶咁樣，即刻送翻去實驗室，諗住解開人類長壽終極嘅密碼。點知份基因報告一出爐嘅時間咧，成個科學家團隊都呆咗，直情可以用下巴跌咗落地嚟形容，好似咁嚇！因為份報告寫明瑪利亞嘅身體入面根本冇所謂嘅長壽基因，而喺當時醫學界角度，佢有嘅只可以叫做短命基因。佢細胞入面嘅端粒長度竟然比絕大多數普通人仲要短。傳統醫學界嘅邏輯就認為端粒越短代表你壽命係越短。呢個幾乎係判咗死刑㗎啦。但係瑪利亞居然係活到117歲高齡，唔通我哋以前對好基因嘅定義由頭到尾都係錯嘅？先講下咩叫端粒先。喺生物學上端粒好似我哋對鞋嗰條鞋帶嘅末端嗰個塑膠保護套。每次我哋細胞分裂嘅時間，呢個保護套就會短咗少少。當成個保護套完全磨蝕晒嘅時間，細胞就無法再分裂，迎嚟嘅就係衰老同埋死亡。所以過去呢30年嚟主流醫學界都一條心咁認定，端粒越長，代表你嘅細胞活力越好，你就越長命。所以而家市面上大把嗰啲抗衰老產品都吹噓話自己可以將你端粒拉長。不過艾斯達勒教授喺研究瑪利亞嗰陣，就發現咗一個反常嘅現象。瑪利亞端粒真係非常之短。如果就咁單單睇個端粒嘅長度佢可能喺幾十年前就因為細胞衰竭而拜拜咗噶啦。甚至去到佢116歲嗰陣，仲可以頭腦清楚地用社交媒體同網民吹水。科學家就再深入落去終於發現咗一個顛覆性嘅醫學原理，就係物極天擇，適者生存。即係我成日講嘅，世界冇最好，只有最適合。瑪利亞雖然呢個端粒係短嘅，但呢個弱點反而觸發咗佢身體入面一套極端敏銳嘅細胞質量控制系統。喺生物學角度啦，當細胞端粒變得咁上下短嘅時間，佢就會變成一個叫衰老細胞嘅物體。呢啲咁嘅衰老細胞如果唔清除佢就會好似僵屍咁樣喺你身體入面不斷發放炎症因子，從而引發癌症啦、血管疾病啦，同埋阿茲海默症，即係老人痴呆等等。瑪利亞身體最住嘅地方就係佢因為天生端粒短佢嘅免疫系統同埋細胞自我吞噬機制對呢啲壞細胞嘅警報異常咁樣靈敏。佢嘅身體就好似一個極度有效率、容忍唔到一粒塵嘅無塵工作間。一發現到佢啲細胞端粒短啦，或者開始變壞啦，佢身體就會即刻啟動自噬機制，極其兇狠咁樣將嗰啲壞死細胞清除晒，從而就逼出啲健康細胞再生。呢個情況就好似一架車咁樣，佢嘅裝備同零件可能唔係最頂級啦、最耐磨嗰種，但係佢嗰個自動維修系統係世界第一嘅。只要架車有少少毛病，系統就會秒速咁樣整翻好佢。結果呢架車反而揸咗幾十年性能仲好好。呢項研究簡直一巴掌刮醒咗嗰啲基因宿命論嘅人。佢話俾我哋聽，天生基因唔好，端粒短唔係等於短命。我唔理你好基因定壞基因啦，其實你嘅身體只要識得同自己基因相處，提高代謝壞細胞嘅速度，喺專家權威嘅眼中，差嘅基因反而可以變成保護你嘅最強盾牌。聽到呢度啦，你可能會話啦，喂，瑪利亞都係特殊例子啫，普通人邊有可能啊？
唔通個個都人瑞啊？科學家咧就同我最初都係咁樣諗嘅。下面咧我哋就攞更大規模嘅科學數據嚟講。喺以前咧，我哋成日聽人講咧，長壽係有遺傳嘅，阿爸阿媽長命咧，仔女都自然長命。又或者你啲人就話咧，我屋企基因唔好啊，好多病㗎，啲人又短命，冇得搞㗎喎。呢個觀念咧就喺2018年被一項發表喺國際頂尖醫學期刊 Genetics 上面嘅超大型研究徹底咁打碎咗。呢項研究係由 Google 旗下嘅 Calico 人類壽命研究公司聯合埋大數據嘅基因庫一齊搞，佢哋分析咗超過4億人嘅家族族譜嘅數據，結果係點？研究人員透過大數據剔除咗嗰啲亂七八糟嘅干擾因素之後，佢哋發現基因對人類壽命決定性嘅影響只有7% 左右，1成都唔到。以前科學界就以為咧基因咧就佔咗2至3成，但係呢項有4億人樣本嘅研究話俾我哋聽，93% 嘅因素係掌握喺你出世之後嘅日子，亦即係你生活環境同埋你生活方式裏面。我哋再睇下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嘅一項做足34年追蹤咗12萬名美國人嘅生活習慣研究。哈佛嘅科學家發現咧，無論你家族基因有幾差，只要你符合下面5大健康核心指標，你都可以長壽健康。呢5樣嘢咧就包括啦，健康飲食啦、規律運動啦、維持健康嘅體重、絕對唔食煙同埋唔飲酒過量。呢5個睇落去普通到再唔普通嘅習慣，竟然可以幫到女性延長壽命14年，男性延長壽命12年咁多。研究清清楚楚咁指出，嗰班天生擁有高心血管疾病風險基因嘅人，如果佢哋保持健康嘅生活方式，佢哋病化嘅機率竟然可以降低50% 咁多。呢個代表咩？就好似係煮餸咁，基因差只係你攞到一啲唔係咁新鮮嘅食材，但係點樣煮得好唔好食，個決定權完全喺你自己手上。我冇心機煮啊，你試下俾啲好嘢我啊！啲條魚識游水都好咧，我都煮到好難食㗎，係咪？基因好咧，唔一定長命。醫學界大把案例睇到，好多天生基因極好嘅人，父母長命啦，但係就因為佢自住有好嘅本錢啊嘛，日日捱夜啦、酗酒啦、暴飲暴食，結果40幾50歲就突發性心肌梗塞或者係患上癌症。呢個喺醫學上叫做基因浪費。咁講翻轉頭啦，後天嘅生活方式咧，到底有咩方法咧係可以控制同埋改變我哋基因呢？近年醫學界咧就最熱門講啦，表觀遺傳呢個問題。簡單嚟講啦，我哋嘅 DNA 咧排序咧喺我哋出世嗰一刻咧就已經鎖定咗噶啦，冇得改嘅。呢個咧就好似咧一本咧印咗鋼琴琴譜一樣，啲音符咧就印好晒噶啦。但係呢首曲咧最後彈出嚟咧係慷慨激昂啊，定係彈到一撇屎咁樣咧？完全係取決於個鋼琴家點樣去演繹佢。表觀遺傳學就係呢本樂譜上面嘅開關。科學家就發現，我哋嘅生活習慣、食落肚嘅嘢，甚至我哋嘅心態，都會喺 DNA 上面加上一種叫做甲基化或者叫做乙烯化嘅化學標記。呢啲標記就好似個開關掣咁樣，可以決定我哋基因開啟定係關閉。舉個例子咧，你可能天生係帶住一種容易肥胖或者容易發炎嘅壞基因，但係如果你長期堅持低碳飲食，食多啲高抗氧化嘅食物，例如深海魚啦、綠色蔬菜啦，保持好心情，減少不必要嘅內耗，你身體就會產生啲化學標記，幫你將啲壞基因鎖死，等佢一世都發揮唔到出嚟。但係相反咧，如果你長期處於高壓啦、暴飲暴食啦，同埋食埋啲垃圾食物啦，身體長期處於慢性炎症狀態之下，你本來好嘅基因就會被關閉鎖死，而壞基因反而全面被激活，咁到時就好大劑嘅。呢個就係點解117歲高齡嘅瑪利亞，佢咁短嘅端粒，俾邊個醫生專家、什麼權威人士睇到，都會斷定佢係短命嘅人。但係佢竟然攞住呢個我哋眼中壞基因，成為人瑞，活出奇蹟。當啲媒體同科學家咧問瑪利亞咧，喂，你嘅長壽秘訣係咩嘅時間咧？佢完全就冇提過咩貴價嘅補品啊、咩高科技儀器啊或者高科技產品一樣。佢只係講咗3個關鍵核心。第一啦，就遠離一啲有毒嘅人。呢一點咧喺現代醫學角度咧，直情係神級嘅抗老策略。瑪利亞識得咧一刀切咁樣咧，係切斷嗰啲咧有害嘅社交關係，保持心境平靜啦。呢個舉動咧係直接保護咗佢本來就短嘅端粒，免受2次傷害。平時咧人哋咧撩下你啦，喂，你傻㗎咁樣，你係成日駁翻嘴㗎嘛，好嬲咁樣係咪？瑪利亞咧聽到之後咧傻嘅佢都，我走開算數。而喺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嘅諾貝爾獎得主伊麗莎白布萊克本喺佢研究發現，長期心理壓力、好差人際關係所引發嘅焦慮，會直接加速端粒嘅磨損。
有害嘅關係、無謂嘅內耗、長期嘅焦慮，比病毒仲要恐怖。佢哋係抗衰老嘅殺手嗱，所以咧，我請大家咧，好似瑪利亞老太太咁勇敢，對住一啲唔好嘅人或者事情，盡量去遠離嗰啲咧消耗你啊，同埋帶俾你負能量嘅人，多啲接觸大自然，保持情緒穩定。記住，內心平靜先至係基因最好嘅保護傘嗱。第二咧就係適量嘅飲食。學下瑪利亞，每餐食到8分飽就夠啦，避開啲高糖、高加工嘅食物，多啲食咧，好似乳酪啊、泡菜啊、納豆啊呢啲咁嘅發酵食品，因為佢裡面咧含有大量嘅益生菌，維持腸道微生態嘅平衡，幫你減低咧全身性嘅慢性炎症，發炎少咗，細胞受損就自然少啦。同時間，細胞入面嘅 mTORC1 嘅通路就會被撳住，進而啟動細胞自噬機制，你嘅免疫系統就有充足嘅精力去代謝走嗰啲壞咗同埋老咗嘅細胞，咩癌症啊、慢性病啊，自然就唔關你事啦。第三咧就係建立屬於你自己嘅生活秩序。健康咧唔係話你步緊步食2日之後咧，然後去健身房咧操2日咧就搞掂喎。規律嘅睡眠啦，唔好熬夜啦，定時定量嘅飲食，持續嘅微運動。當你生活有咗穩定嘅秩序，你嘅基因開關就會被調節到最健康嘅頻率。好沉㗎，都係嗰句啦，世界冇最好，只有最適合嘅啫。我哋冇得選擇自己出身㗎嘛，冇得揀阿爸阿媽咧俾啲乜嘢 DNA 樂譜我哋去彈嗰首歌㗎嘛。樂譜俾咗你啦，彈成點，所有決定權就可以控制喺你隻手指度。瑪利亞基因咧一啲都唔完美，直情係差添。但係佢將呢一套唔完美嘅基因調教到最和諧、最長壽嘅健康狀態，你真係吹佢唔脹㗎喎。瑪利亞奧蘭亞斯活咗117年，佢留俾呢個世界最珍貴嘅遺產，唔係長壽嘅秘方，而係向全人類證明咗生命嘅韌性遠遠超越咗基因嘅限制。只要你願意用合適嘅生活方式，再差嘅基因一樣可以活出最健康、最長壽嘅人生。如果中意今日嘅內容咧，就麻煩幫我咧按讚啦、訂閱啦，同埋將呢條片咧分享俾你身邊一啲咧成日為健康而焦慮嘅朋友。如果你有想法咧，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哋分享。記住，有病一定要睇醫生，唔想病睇真心。今日講咁多先，祝大家身體健康，下次再見，拜拜。